當時就過咗嚟呢度睇你哋嘅示範單位，就覺得都非常有信心啦。因為新鴻基喺香港同埋廣州質量啊同埋服務各方面都有個概念，咁所以做咗個決定。佢個位置咧非常方便啦，最近去過廣西啊、潮汕嗰方面都好方便啦，同埋呢度嘅設施咧都幾完整嘅。我自身同埋我屋企咧都比較中意運動嘅，即係健身房啊、游水池會用得上啦。呢度空間感幾大嘅，咁上面會所你可以俾一啲到會啊，搞小型嘅派對。咁其實我最近都用咗一次㗎啦。對硬件、軟件服務同埋個客服做得相當唔錯。有差唔多10幾個朋友，包括我自己屋企喺度，都好開心咯。包括食完飯之後再用翻旁邊嘅 KTV 房間咁喺度唱歌咧，我啲朋友翻到去話幾時會再嚟再搞咁樣嚇咁咯。